我是阿爷嘞，我是料理先生，我好煮菜，也好交朋友。料理唔但想做得本人吃饱，也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的距离。我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的想法、我的感动，还有我的愛。我是小虎，從這道菜，我親愛食好食的東西。故說我對料理和煮食當有興趣，我可以見日式烤肉店，打敗我看到你吃到好食的東西，表現出滿足的表情和快樂的笑容，這就是我真歡喜的事情。歡喜分享是一個有關愛和分享的分享。我哋今天帶着歡喜分享出發，去拜訪台灣辛苦付出的勞工朋友。假使有看到我哋，歡迎分享人嘅食材，希望大家做得讓我哋共下來歡喜盼作哦。歡喜出發哩，祝紅太大del是。到台灣有1100萬三個基層勞工，有一啲勞工朋友認真散默嘅付出，唔驚風吹日曬，表出台灣安定嘅力量。我哋今天出發，去尋一啲辛苦嘅勞工朋友，認識各行業嘅工作內容，還個用我哋嘅松鼠做一餐溫暖嘅料理，來為散默做事嘅勞工朋友加油。台灣已經進入老年化的社會，當到較偏遠的鄉鎮，後生人則與都市打拼，留下當道的老人家。其中咧，還有當道人還有需要別人照顧的。專業的居服員咧，目前的數量煞當少。今每日我聽日子，計劃要去沙港拜訪一群點點的為社會付出的居服員哦。你看，見到啊！哦，電動叫誒。我真係哦。嘿，睇下安做事啊 Hello。安做。哦，歡喜去來到呀，香港嗬。係。反陽。誒，我看到呀，老吾老學堂。所以老吾老基金會都鴉片，公務弄人家一個單位咪嗬。我係做居家服務，1對1的。有的人講做居家還就是講航空模仿先，就是講對。咁樣你每日捱到就睇得你體驗就會識，好冇？都係。今日來到沙港，來拜訪亞洲的居服員。剛來到嘅呢個中心嘅時節，看到亞記啊、V 嘅太子啊，全部都當親切，然後大家看起來就當 nice， 當好鄉下。唔係我平常時我去關注到嘅行業，知道亞雜些嗬，我有愛心，我有耐心。一開始鄉下小路的空氣當好。我聽日子就準備填數枚子，向我到去平常服務的天下工的屋卡，去了解一下居服員平常時的工作內容。平常時做事就係騎電奧多拜，然後去騎到我照顧的人家。平時我這人當小虎點點啊，唔點樣讓我用做到嘅睡覺地度去冇。哦，小妹子。你啊，規路的行騎去奧多拜，嗰路行4條。係啊。跟平常當日就係用騎這條路啊。係啊。哦，哎呀，喺你來到亞邊係廿個個案係嘛？係啊，個案係聽阿公嘅屋卡。到阿公亞邊做幾多年啊？5年外咧。5年。逐禮拜來5年。係，錯，禮拜2到禮拜5。佢也按做。一定要做嘛喏。定下阿天阿公係向來，係刷牙洗臉，阿邊做食早點。哦，工作一下，你要你係阿公香腸。哦，既然用你，等下就你請阿公，係阿公香腸了。阿妹來了啊！嘿，好，對兩日來哈，兩代聽阿公帶蔬菜啊呢，嘿，阿我帶人你無空。
啊，看阿公啊有帅无吼？哎，哦，阿公很多帅诶。嗯，佢一開樓嘅鹹空起來啊！嘿嘿，牙齒很蒙起來，嘿。刚才你有听说？哦，唔是啦，因為我係專業嘅，我上課吼，經過訓練吼，將法度安尼做。啊，前年當我報定就好，定下下，嘿，等我哋啲很蓬來，嘿嘿。佢喺樓嘅睇下捱到啲很蓬來，咁係牽到個頂。好，謝謝，好。阿爸咧哦，天公咧，哇！天公咯，你頭洗洗咯，哎呦，阿妹來咯，還唔好來咯，哎，這個真的有點白行啦，好，你看，好，慢慢把佢，哎，慢慢把佢，插過來，洗過嘢好，師傅歪，講歪，啊，慢慢倒，洗完了，阿公工廠嚟。阿公好了，做起。水包冇水包啊！呀，送到一片來係啊。送嚟嚟向，啊準備刷牙洗臉嘞。哦，美容房啊。哎，咩？要泡沫，这都要吃到前面了。嘿，準備到兩筆洗就好。去到阿公的屋企，然後看到秀梅姐，然後都愛帶佢上床，然後沖牙齒、洗面，為佢食東西，然後佢整理佢嘅衫褲，然後就是基本上一個人平常時應該自己愛做嘅事情，不過就是因為阿公嘅婆娘或者阿婆們吼，佢還有佢嘅生意咧，冇辦法好照顧佢，然後阿公自己嘅生活嘅能力要慢慢的減少，故所就需要一個愛人來攞佢聽數。雖然講也係佢嘅頭路，不過假使講一生人冇一種太愛嘅心嘛，當然做到安樣嘅事情。哦，一下喺泡牛奶比賽，哎，南米糊洗卡不饱，哎，對，牛米糊，哎，叫哎，洗卡不飽，嘿。哦，哎呦，當我是一樣的啊，跟你是當我是一樣的。嗯，大部分都自家不做了，是啦。其實佢喺書涵做得啦，即係腳下冇方便。所以俺大部分囡仔有法度自家做的吼，自家有法度洗盤啊，怎嘛，做比自家做啊，洗菜了啦，嘿。我比因聽同啲啦，都冇做法嘅，都推法。自家因聽同啊，嘿。得生人嘅成就感嘅高層無窮樣，到阿公一陣年紀來，個因為佢嘅身體嘅退化，佢係有一絲絲嘅係做得自家做嘅，佢就當有成就感。知道照顧阿公很難嘅地方係來突破。很難哦，都係講一般仔佢較衰啦，啊衰時所以運動方面佢較無做到安好，佢小無大部分較無力嘛，嘿，啊無俺那頭開始俺要用個四腳嘅，扣個四腳俾行路，係啊，得上啲鉗喺那裡。你講係可能按超按洗澡，然後阿公下太早，咁樣咧叫一動用力呢？其實還好啦，一般有一些技巧嘛，俺有上課上一些技巧。對對嘿，順利的好嘛嘿。我全部是個用力，是給予啲姿勢。那叫洗啦，偷着洗住。錯錯，沒有會來這樣嘛？太多都會等。哎，小朋友，你這個俺大福建，東勢農民醫院，做福建，做福建，做福建啊？哦。啊。下頭兩俺那從武康巴士到武康巴士，哎。哦，那特殊的產品呢？還有升降機。來啊！你好。佮早晨啊，我送阿公去醫院做復健噶哈，佮富康巴士吼，強勢無醫嘅，將做錯個130年。故說咧，因為上查家愛出力嘛，聽阿公挑定嘅輪椅啊，故說我覺得我係上去啊，聽數據。居服員唔係講做得講出來，本人知道個哦，也係當有成就嘅事業。唔過
真嘅係點點嘅到人看唔到嘅地方，然後做得當地態嘅事情。期待着了，是讲一下啊！愛唱藝術紅太，太家中他的大條戲。將來今日坐輪椅上茶嘛吼，那對下去醫院要幾久誒10分鐘左右吧。 10分鐘左右啊。講10分鐘。有對我有乜嘅問題冇？唔會啦，因為件事情在港口做得當安全。哦。啊，佢禮拜要去多拜？13日，禮拜日。13日就3拜嘛。3日係。那一拜要做幾久8點10到10點，差不多10點20到10點半左右。哦，差唔多2點鐘啦。哦，一張做幾轉啦？哦。阿公，你多少？睇正義。阿公。你多少？帥哥們幾多歲？86了呀！哎呦，很輕的哦。哎呀，86了哈。這是你17冇？18嘛？我是18嗎？這是18嗎？啊？同事阿哥講。啊？我冇18哦，唔敢講哦。政府都有監群了哈。是啊，這創世界有感應通過。哦，係哦。佢就老阿公當做自家嘅家人用嘅，照顧佢5年嘅。然後老佢看佢2-3年咧，一樣嘅相處啊，佢對阿公嘅一樣嘅心態啊，一種態度，一樣嘅方式，你就會知道講哦，佢真係比愛對我爸爸還有耐心。就來哦，哎，阿公降落咯，降落咯。你做福建很運通哦。腳啊。哦，謝謝嘿。앉으세요，앉으세요。啊。哦，到位咯。啊，做福建啦。對到嚟啊？都6了。都6嚟。禮拜1、3、5呢，要小妹子啊，就帶啲阿公去到醫院啊做復健。復健要當道種啊，要乜人腳踏茶啦、紅外線啦、得沙包啦、氣味啦，有啲項目咧，唔係講小妹子想去做就做，要全部咧係經過醫生，這樣嚟訓練小妹子，小妹子這樣批定阿公來出行嘅。哦，做福建咯。哦，都6了。福建治療室。對，福建市係。哦，做福建。按東你等一下哦。你看啊。哎，對，先不發生哦。好，你們要出去嗎？沒有。你們在等那邊啊？好。來先做紅外線，哎，按那個地方，往後，等一下。哦，把褲啊。對。倒車入庫。嗯。去啊，有起來。然後到佢附近嘅地圖看到全部就差唔多叫上全部就係老人家，然後一按到嘅老人家，到佢哋做附近長期照顧嘅也係居服員，批定也到阿公阿婆到嗰邊做附近，然後有運通型咧，也係講有醫療型咧，一到嘅動作啊，全部就當重複。當日就做同樣嘅事情，一段時間全部就當有耐心的都給批嘅，一關過一關，一關過一關，目的就係希望日本人照顧嘅人做得越來越進步，佢嘅身體會越來越好。居服員唔係講做得講出來，本人知道個哦，也係當有成就嘅事業，唔過真嘅係點點嘅到人看唔到嘅地方，然後做得當備胎嘅事情，當備胎嘅事。我就參考了看，做好練起來做咯哈，對吧？
上，继续上没关系，可以。好来啊！你叫边好啊？哟，都卡了哦。你要往后哦，你要往后，对，你转一下，这样你可以吗？我们是往后的，往后你会比较好进去。用八股进去哦。我想说，我可以翘起来，这么有力的。不行。专业就是专业啊。所以我们进来的时候是这样。哦，是八股进去的。对，1、2、3进来了。都卡了。给阿公做复健家，我想我摕天数送给轮椅来送转脚卡去了。没想到吼，脚卡门后咧，最极端的，我想跟送药送唔转去啊。过来去主人听讲，我八股，安尼太恁的线落去。其实我对阿店就看出来讲吼，做送轮椅安些事情啊，其实他们要经过训练，才有安尼较好的方法落去。在较紧急的时间呢，我相信其实行较专业的方法。等下洗泡来，是你的事哈。等下洗泡起来也是你的事哈。老板牛，来，要不要？阿公，吃饭了。做书啊，优秀，来。来，那就会得到。chọn rồi tôi chọn rồi ha em mi mới chọn tổ mà. Sắp sửa à?对，挑出来，还是拌一拌，就全部都把它拌。这个就是你看啊，不是我们的天数煮出来，都不看。我看啊，大部分弄出来呢。老给弄出来，弄出来弄一些。那你看有腰的哈。因为移动时，你把空安去就上好啊，伊就在讲等，安安都无能对啦，还过用空的，还去食热冻饼。无面都想讲伊都无可能食热冻饼的一个热来是讲你听啊很听的啊。小妹之前讲吼，一老人家就像生人一样的。其实东西的时候啊，你在旁边看佢吼，佢就冇事；你冇看佢哦，佢就啱啱嘅事。故說吼，晚上我聽日子啊，頭嘅走到佢閂門喺度，一看佢食飯，佢食得有假嘅喲。那个天气台干业绩呢？小虎哥哦。你好，新年快乐！何许的太阳哈？对呀。来，如果有一系列叶条啊，等一条哈。手上这里来一碗。这样下。等一条，等一条嘿。这样烤是烤了哈。好。小妹子，那看牙色啊哈，又冇色来喏，全部色么呀？是有色来，少啦。因为遐一般后生人吼，较无做着种色，色来照顾好吼，就分迄较后生的色来，无种间北间的吼，大部分的家属较希望讲，色么的，分家人的做较细心，照顾了他。心较优啦。对呀，像小虎那有办法抓用的。还有一点。先天的限制，讲很细粒的照顾慢啊，没有吃到乖乖啊。牙长啦，不过细妹的照顾细粒的，咁样的感觉就像这个爸爸啊，夫斯那种
既定的印象啊。要听阿公的，要做了。阿公的跑不是。跑西啊！哎，谁人来跑西啊？亲乡下来跑。哦，那头人啊，跑你啦，自己有做到当做得做样事情，即係即係刮到一樣嘅，可能用得上。你阿公啊來得好，來得好，你蠻關係的呀，沒關係。哎，阿公變帥帥哦。好帥的哦。一下當道嘅老人家就係自家一生人都屋下，唔係獨居。冇就係留老伴強下吃，不過老伴年紀咩大嘅，咩冇辦法講哦，真係有辦法做到互相照顧。故所以居服員也在工作，也在身份，也在產業，真正對也在社會來講係有當需要嘅。有陣時誒，會想到講，哎呦，阿本人來照顧是大人，當槍冇安好。假使你嘅請來嘅居服員，佢係咩係當有心、當專業，有陣時佢會比你自家人照顧到還要好。哎，做10幾年嘞，下個月8月我只做1年嘞，好不簡單吼。不可惜的是伊辛苦，因為唔是做過，乜解都唔對，唔就做久的都了來。哎，得心應手，你會覺得哎做得很開心，做得很高興。我本身就較家己愛阿公阿嬷，我比較喜歡跟阿公阿嬷聊天。像我跟阿公阿嬷哈，把它整理得很乾淨，或者是煮一道菜哦給阿公吃，然後你看他笑得好開心哦，你就會覺得說哇好棒哦，我們為老人家做了一件功德，真好。整个台湾来讲，应该是人口老化越来越严重了哈。就是年轻人都是往外发展嘛，在家乡的话，就可能剩下长辈啊，在务农啊，都是务农的所以就比较需要说有人来服务，照顾老人家，姿势嘛，姿势可能都是差不多。一样就是那个姿势，所以久了下来，你就会手酸啦、脚酸啦，手比较会啦。有些同事说脚啦，有好多我们服务员同事就是下班后的话，就要利用时间去给中医推拿，有很多例子都这样。家可能嘅居服員嗬，其實真當辛苦嘅，嚇當然 nice 嘛。係啊，唔講嘅聽阿公，係啊，年紀大嗬，身體退化，就感覺自己一樣，嚇無路用嘅感覺嗬，心情就會唔好。咁說嗬，顯好事態嗬，真係要趁早。愛要及時。媽媽，我愛你。好啦，今日你夾夾你錢，我煮麥嘅菜。全出菜啊？係啊。來。燕燕，你給乜雞啊？燕燕，你給啊？這邊。好客市集啊！好客市集。有料呀，是要咖喱啊。是咖喱。好啊，是你料呀。歡迎光臨啊！歡迎光臨。看看咯。咖喱耶。哎，我。那你先離開幾段窗啦。上了先打。要偏市集1.7哦，大概3年的呀，你好，來看看咯。要買乜嘅？兔仔味紅茶。還有買茶。係啊。那個天使台嘅行業節咩？小虎哥嗬。你好。嚟到啊！係要看嘢節目啊。星期啊。來噴作啊。可以噴作，真要噴咧。你有沒有那種噴作？佢嚟董事啦。董事哈。你啊，個平常表咧，就是兩個人同準備個菜一點冇。點解嘅？係啊。點解嘅要關於平常？要。要看節目嘅呀哈。要。做啲人係就聽數。是的。
是的，大家俺来团长出来，老年脚车，这还有团长有哦，哎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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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啊，都来了，阿良，哎，自来，阿玉姐，周哥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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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玉姐啊，也係團長，團長要係睇好神啊！哦，年輕人，自己就是他們嘅。年前有位年輕人叫我來做啊嘛。難怪要知道一自己同好神。係啊。一好客市集啊，就係當天嘅後生人記得來辦呢。啊，記得就是想講吼，有當到嘅年紀下大嘅啊吼，全部就都鴉片。然後，後生人全部就出去嘅，其實就想講，做得到鴉片來辦到位安陽嘅好客市集，不然你也當天嘅特色，像農產品啊，也係其他手工做嘅東西啊，都得俾朋友看到，然後他家來鴉片老了，就都得看到也當天嘅特色。太子講，做得老外頭，天數老嘅歡喜平常。是的，佮平常嘅食材吼，睇唔切，按嘢來量逛逛就好咧。你兩種嘅東西啊，應用會梅嘛，唔得啦，唔得啦，唔得吼，做得啦，做得。平常做標奶，我標那邊就好咧。咩啊？建議你講平常。講歡喜，講歡喜。好，繼續擺檔了，擺檔了。OK，麻煩了哈，麻煩了。平常嘅菜就擺檔就人哋就宣傳一下。等下依邊要不然因為颱風嘅關係啊，這打亂了我聽日子本來嘅計劃啦。剛才聽起來就亂亂，就看到一隻好客市集，冇想到好客市集嘅團長啊，一下就答應講，我不用平常。剛才就想講，哎呦，跟安陽可能安排些，我就想講啊，一談嘅前一啷啷啊，快就談嚟乜個天數嘅冇，聽日就打工翻喎。買到咁樣跳蚤市場買的，啊你有啊？面孔嘅哦，你看這邊有變，天床咧，對，你看嗱，佢其實自彈自唱嘅嘛，鴉片泰國，你就平常就是都鴉片，假日的時候就在這邊演唱嘛。係，原來是有韓國，啊，就是就喺客家文化中心嘅便宜。哦，哎呦，玩天有冇充客家公咯？是的，好，是的。可以點歌，這麼愛講。山東那西路無強嘞，山東那西路一層又一層嘞，啊愛心痛嘞。小費啊，不用來，唔是錢了，還不用小費呀？唔是錢了，糖都送啊！加油！繼續衝，你看你衝開一來就不會漲。鴉片有你就懂農業的，加油！你加加你看那邊還有。當給哈，很農業了哈。對啊，你全部都賣社團。底部一雙係有樣嘅喲。對呀，給你看啦。來。Every morning, Doug borrows his newspaper. 鸭子跟農夫借什麼？借什麼？報紙。對，newspaper 報紙。One day, and 這個好熟悉，我好像在客家電視台有看過他們呢。老師好。你是阿月姐對不對？嘿呀。你就是那個帥氣的小虎哥嘛 ？Yes, I am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說阿月姐好。我們在講故事，那你要來跟我們講故事，還是要來聽故事呢？阿月姐姐來講一個很好聽的故事給你們聽，好不好？好。挑戰一下。老師，我們可以呀，歡迎。你的尊座啊！來，我挑一本，我挑這一本好了。好，來，各位小朋友，來聽我說，我現在要講一個這個故事，叫真真
祖父106岁。好，我现在要先请问小朋友，会讲客家话的请举手。哎呦，哇！阿月姐姐呢要讲的这个故事呢，可以，你小看我哦。她说我只能用中文讲。真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好的。我讲一遍中文，小虎哥哥讲一遍英文，然后还要再加一个客语，客家话，好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看曾曾祖父106岁，这一个故事书里面有什么？好，这个故事呢，他说这一个人啊，这个小弟弟，这个小弟弟，这个小弟弟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小虎呢，小虎他说啊，我有3个祖父，祖父客家话怎么说？阿公。好，大家说一遍。阿公。好，那英文怎么说 ？Grandfather。Yes。哎，厉害哦！好。给团长啊，讲亚拜嘅好客市集啊，就是小老板市集。古说，咱们给几条的当到小朋友的都给骗做头家，然后卖东西。个地度还有给刘老师，然后讲故事本给到小朋友的读。啊，团长讲记得啊，做啲人系度想办法前面来编菜，然后来人系度熟悉嘅菜本系度去煮。古时候我哋就想讲，我哋听从老记得听书，然后去讲故事俾小朋友嘅听，老记得听书去照顾一啲小朋友嘅。嘅拄好看到有一本，就係介绍嘅老人家嘅一本故事书，我就想讲大鹏亚拜亚一系嘅主题，我就拿嘅故事书来留给到小朋友嘅分享，嘅3代同堂。搞记就讲阿公啊、阿太啊，然后爸爸啊，安样嘅客家话安样嘅去称谓啦，也一只家庭家畜地度嘅安样嘅关系，大鹏亚拜嘅机会，然后教小朋友嘅讲一系列客家话。亚拜啊，正要当神梦团长。然后佢还有好客市集嘅卖东西嘅摊贩，佢还有片带到福圈嘅人，好得佢有记得啦。记得唐东来讲啊，我来片潘州本居服原色，全部就当愿意来听书嚟到，我来熟悉食材嘅问题，因为佢到人嚟到讲啊，就讲居服员啊，等于讲本老记得听书。照顾佢哋屋企嘅老人家，按樣佢哋真有辦法好，有按樣嘅形象，有按樣嘅能力個出來服務佢哋一片嘅鄉親，然後佢哋一片嘅東西來推廣出去。看下，你有冇睇？火龍果呢？東西啊？開了不？不誒。不誒。開過啊。行出來。嗰隻樹嗬，還有菜乜嘅菜？你想辦法？你前菜，打工飯碗。愛做獅子頭，不過牙嘅獅子頭呢，較特殊，就係愛上愛用嘅米腸做嘅地度嘅皮料，後來都嘅一條嘅肉雞，結果有一間嘅米腐店。天朝一地度有個米腸，然後就去個地度請米腸就炒嘅。老闆娘。好香哦，好香哦。你好，你好。我看你在外面在賣那個米糊，然後，董舅舅壓腿嘞。這個是在做那個米香的那個是嗎？對。老闆娘是這樣的。我們是客家電視台，然後我們今天呢要來煮飯給居服員吃。那我想要做獅子頭，我的獅子頭是獨門秘方，裡面跟別人不一樣的。對，裡面有放米糊，不是米香。米香，還沒有放糖的那一種。那你有嗎？有。我想要一碗，可以來跟你打工換物嗎？可以啊，你可以幫我蹦。幫你蹦嗎？對。
你要的你自己蹦，你自己蹦。这个很大声哎。哎呀，你要伸进去蹦，倒出来嘛。我先装一点，等一下可以打粉。哦，哎，有威力呢哈。这个蛮大声。哎，所以他刚才那个东西是这样喷出来的哦。对。哦。哇塞，它会炸开。对。好香哦。那我们现在再来晾一次吗？对啊。那你怎么知道大概量要多少？每一个产品已经做很久了。这就是职人的专业。就使用前、晾之前。倒进去。哦。然后呢，现在怎么封炮口啊？你要拿这个。哦，平的。那个卡榫在那边，对，要盖起来再锁。这里一个嘛。对。然后这里一个嘛。那里有一个，哎。对。然后锁起来，锁起来。之后再把它上锁。锁紧。对，这样子。这样就有紧了。紧了。那边哦，那个是让它转哦。哎呦。我觉得你这个空间好热哦，不能开冷气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冷气会把粉吸掉，会吸粉，机器很容易就坏掉。而且我们这里面要有温度，它才会压力才会上升。哦，所以像这样转呢，要几分钟？大概5分钟左右。 5分钟就可以。对。有点力量的，力量。拿一次就要转到底了。新年快乐！有威力！哇塞！女汉子，你真勇敢，好漂亮哦！对啊，那蹦都懂讲嘞，那我帮你把。胖胖的，老板娘，谢谢你。老娘，哎，我们今天又上了一课。哎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可以拿到我们的食材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，谢谢你。俺还有做过饼啊，不过俺没做泡饼啊，给包面场给包吼，哦，给真嘅懂有震撼力呢。个个调教样啊，真嘅懂是嘛？佢除了算讲送蜜肠以外，又还送蜜麸诶，要蜜麸诶咧，当有营养，真嘅好会上海做嘛个料理。要台风吼，真当电影啊！一下落一下冇落雨，比如我听一句吼，要不要请食材啊？平常时在去传统市场啊，一摆就可能冇办法，要不然改变下战略后来有不大嘅市场情况。有看到吗？有哎。平常时间去传统市场，哎，你都会洗，让你一坛一坛的请。好。你过去一张问题。有哎。一翻两瞪眼，就100几批丁丁。传统市场有按到条价未哈？前炒幫伊砸，牙頭去一砸條價，其實唔係你吧？你就冇幾批嘅。來相信你嘅生意做得更通營。有福氣。來，你請。擒賊先擒王哈。請問一下哈，洋洋店嘅附近有哪邊？店長。你看啊。哦。很好。哎。很大嘛。希望佢會很。你好。你好。請問店長係嘛？好。我係嘢嚟啦。我係小虎。因為我哋客家電視台愛來董事煮飯盤居服原色，想愛來鴉片，然後打工換物，換台灣食材。做的嘛？是的。耶！好，這樣我哋做的做乜開始？蔬菜包裝上架這樣子，電腦白蝦場記哈，所以我們可以幫忙加值上架這樣子。另外一部分就是我們收銀哈，那邊人比較多，結賬的時候可能需要幫忙客人包裝一下。好，做得啦，哈，做得，好。
比如说就要买菜，这个比较要不用蛋糕。对，好，这个200。哦，这个没关系，哇，好，哎，这边有省力哦。哎，我帮你抱到摩托车那边去。母象豆田有做些好，哎，这是收银台呢。我名个钱，嘎仔吃到冰淇淋。哦，怕破掉。好，谢谢。张总，内头个洗做好哎，爱个菜咩拿哎，就亚豆。对啊，可以换这些菜吗？这种 OK 啊，拿太少了吧？拿多一点。没啦，不是。好，再给我们半小时。他是个都去边。好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协助。然后每天一摆，去到亚头去市场地度去员工拿菜，吃到一神奇，因为係無共樣嘅體驗。好，也慢告訴你，慢田講嘅秘籍。也係祖傳嘅秘方。真嘅啊！風菜啦，係啊，哦，嗰個你也用下來，食嘅風菜團。哎，有耐心，还有同理心，有同理心，要将心比心。愛唱藝術紅牌，太假通下會打掉時。用來都係要做出來時間咧。潘炸。基本嘢，你就一車老天公放毛眼哈。一層一層的啦。不然你煮出過後，然後就當太熱，然後冇辦法做。當電鏡，當鏡賺唔得不卡。唔怕，你係咧愛做嘅事情就會留比做比好啦。風雨生信心。也唔嫌煮，好嘛？好，那個較麻煩的雞湯，香菇雞湯。一下做肉鹽咧，金一寸，肉鹽的啊。紅燒獅子頭。哎呀，煮好咧！呀，那麼好玩好料嘅哦，係啊！電動酒哦，係啦，都是有咯。我基本嘅感覺，啲鐵樹未算係颱風夜啦，風菜啦，係啊，哦，嗰個你也用下來食風菜團，我基本嘅比泡麵較澎湃，係啊，一樣落嚟。好食啲，好食啲。嗱，想問下，啊，件呢條大田，啊，魚係個羽毛係要下。不看，有啊，有哦，有，因為嗰度有太多，我嘅阿媽吼95歲，颱風天咩去啊？哎呦，嘅按到細件冇細心事的，哦，你佢見面嘅風雨較太條嘅。風雨較大條就要看公司，佢話看省政府佢話規定啦，也要考慮到我們居服員的安全啊。係啦，跟全部都共用啦。就你嘅風菜店，有杜絕冇去咪算得啦，很多人冇去哦，冇歡樂事啦，嚇，當然冇人啦，嚇，所以我看情形。
了解有实地去，就去服务。不过结婚日吼，同欢喜做在人生，系啊，因为唔对吼，就老所有嘅其他嘅爸爸妈妈，就是看人哋养嘅，当做自己养嘅照顾。对呀，爱啦，系啊，爱要有爱心，爱有耐心，还有同理心。哦，有同理心，要将心比心。你要想说，有一天我们也会老。我们老了之后也是需要别的居服员对我们好一点。有知道按用嘅say啊，困难嘅地方喺度哪邊冇？啊，困難嘅地方。就來照顧一個阿公，佢嘛獨居老人。其實係講唔係講冇結婚，佢有結婚，但是佢都冇用。冇生啦。佢當車一個，只需要我們居家有申請居服員，到那到他家去做居服務。然後有一天，我看他就感冒發燒，後來我就趕快聯絡他的妹妹，他的妹妹就隔天就去看，就給他送去醫院，就是肺炎。1個星期後就瘦了7公斤，沒想到好嚴重，接着肺積水，結果他住到1個多月後也就這樣就往生了。對，然後他也常跟我講一句話，說他叫阿蓮，我叫米蓮，他就說阿蓮啊，其實我的人很平凡，可是我的一生真的過得很不平凡。我這世人就怨他，我沒生囝。就一直就是過着這樣孤零零的日子，然後就這樣子走。他一直對我就是像女兒一樣的看待。他住院的時候，他也還會跟我講說，真歹勢，安尼害你我住院害你攏無錢賺，安尼你要安怎？講完後1個星期後就這樣就走了。那你聽到他走的消息，我難過了。大概1個月，當然我們也有上課，彼此公司也有跟我們上課。我們不要把情緒就是剛好就好，不要太過於難過到自己本身沒有辦法去無法自拔，這樣子也不行。講話歸講話，快我聽。很重啊，係唔聽你啊。知道要到說吼，除了體力、時間以外，然後去搞要調試。就我們做這個哈，都會講，如果在服務這個長輩在家，如果跟我們處得不愉快，還是說他要求的太多的話，我們可以婉轉的跟他拒絕，然後就是要再到第2家的時候，你就不要把這個情緒再帶到第2家，就是踏出這家門，你就要把不愉快的忘掉，要有這個觀念啊，才不會說讓自己累積很多不好的負面的情緒。所以就是不管做啥啊吼，迄因為感情痛苦，也迄因為輸到嘛該委屈，去做醫行咧愛去甲。要調試，會調試，對，會痛哭嗎？會啊，有時候。玩財哥。我條叫哦。對，因為人啊，保養人就要啦。保養人就要。對啊，係，人講一種面就保養人做啊。像我做的迄件事情，人就會是都講，人個小姐就做嘛，記得講你同我不用細心嘅，你係講你就同我表述嘅，其實我唔係，我嘛係專業。我係希望講所謂按家就係講相對對俺有同理心啊，尊重，對。因為俺之前喺無聊嘅居服員咧，你按用嘅名稱，然後佢入嘅工作內容係乜嘅？唔過入嚟到，然後醫生睇下嘅工作內容，過後就會講，其實唔到嘅些係當神聖咧。但係當重要嘅，因為下下睇下就講到少，有的冇講就像剛剛講嘅，然後肉米越來越多，對，冇人照顧，故所佢行問題係佢行咧要有人照顧啊，冇人做唔到就去做冇人愛做嘅事情，故所唔到自家嘅心態度。
而有自家嘅言听，就係愛，係堅強嘅，愛做嘅迄種厲害嘅事情，哦，唔是去管別人嘅想法，寫到言聽自家就會專業，厲害，對嘅。今天好好用这个菜抒发一下，來，你講講，是比爆爆來，但有力好做些，好。这个好吃哈，哎呀，这是光好棒，最甜的，看起来就嫩嫩的，好多汤汁，哎呀，多个人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愛卡是個獅子頭，普通性愛嘛卡唔曉煮啊，嘿，所以講安尼是到蠻溫暖的，蠻窩心的啦。哦，我感覺很溫馨，因為他也了解機會員做安尼些，一般又辛苦又快樂，是啦傳到去感覺伊歡喜，嘛該痛苦都唔記得咧。大家吹到安好心呢。亞居服員的說，佢要有醫學嘅專業，然後佢又有像家人一樣嘅批判，也對老人家真正當重要。我嘅真有成，安生。